何俊賢議員多謝主席，亦都感謝李世榮議員呢，即係去東莞睇啦。即係就算局長呢對於李世榮嗰個議員嘅建議唔係好得呢，即係唔做住呢。其實我哋有啲嘅工作係可以靠我哋科技去處理嘅。而家我哋有個組長呢。司長去領導，有啲問題確實需要去解決。正如頭先姚柏良議員講啦，入去嘅時候仲係用啲好原始嘅方法，集結咗好多嘅行業嘅力量，先至諗到啲嘢。就算撳人數人頭都仲要用個標仔嘅。我哋多年前已經同政府講㗎啦，其實你用低空經濟嗰啲無人飛機啊，甚至用 CCTV 啫，其實你已經監察到個道路上面你大約有幾多人，然後就要靠可能旅發局啦喺網上面咧多做旅客嘅引導同宣傳。即係如果用啲好硬邦邦嘅，即係等大家去 Discover Hong Kong 去睇啊，其實始終係冇一個好正式嘅官方嘅渠道咧。旅客去揾一啲咁嘅服務咧，好容易就俾啲網紅去帶走咗。咁呢一部分咧，其實對香港嘅人員嘅積壓啊，即係旅客嘅積壓咧，其實你政府有時好難計到數。有時網上一講話呢個地方好去啊，東壩就爆噶啦。有人話東壩唔好去啊，好多人啊，就咁話東壩冇人噶啦。咁呢一樣嘢咧，我認為政府係要用啲全新嘅數據嘅方式，甚至有官方嘅公佈引導啲人去使用香港呢個服務嘅。第二咧就係頭先有議員都問過政府關於嗰個酒店嗰個問題啊，咁我電視機無線又好啦，或者新聞咧都問咗旅客你究竟留唔留喺香港？但係我哋睇到香港嗰啲房價咧都貴得好緊要，我覺得佢哋應該係滿嘅，應該係爆嘅啊！咁即係我哋好可能，如果喺我哋供應唔足夠嘅時候咧，我哋要接受香港有部分嘅人咧，酒店係爆啦，我哋又冇房供應啦，到最後就只能夠係留唔住香港嘅旅客。咁所以政府究竟喺呢一方面咧，你嘅路線究竟係我接受呢種模式，一種好貴嘅人住得到，同埋窮遊香港。咁窮遊香港，我哋就有唔同嘅去代客嘅服務，呢個第二啦。咁政府可唔可以俾條路線我哋咧？如果你話增加供應留佢哋嘅，咁你好可能喺條賓館條例啊，或者甚至 Airbnb 嘅某啲嘅法例調整，你要有組長去做一啲嘅協調嘅。你唔揾房屋局啊、地政啊、發展局嗰啲嘅話咧，你單憑你呢個局，你真係搞唔掂嘅咧。我直接講，最後特別要提一提咧，就係關於旅發局咧，我建議你喺資源調撥嗰度咧，可以做多少少去支援翻本地嘅一啲文化特色嘅街道啦。咁我知道你有做過廟街嘅，咁我亦都見過一啲商販啦，好似花園街或者係鴨寮街等等咧，佢哋反映旅發局俾到嘅資源比較少啲嘅。即係一到過時過節咧，就即係俾錢佢哋可能裝修一條街，但係一條街得2萬蚊，我仲要揾一大班義工去服務你。即係我聽佢咁講啫，可能你哋自己翻去諗一諗啊，可能佢講錯嘅，但係個資源撥落去係一條街，隨運可能真係少嘅。咁變相係咪可以增加一啲嘅人力嘅支援啊，或者係即係專門度一啲嘅地區深度遊咧？呢方面投多少少嘅資源啦，好嘛？簡單，多謝主席。唔係局長答下。主席，我盡快答一答咧，時間唔多。我諗數據公佈絕對可以嘅，公佈多一啲，點樣用啲好嘅方法去公佈。文化特色街道我哋亦都做好多嘅，我哋以前講嘅舊城中環或者我哋嘅即係深水埗啊嘅呢個文青街啊咁樣都做好多。係疫情打斷咗我哋呢一方面嘅工作咧，我哋而家繼續翻嘅，旅發局亦都好努力。至於話酒店嗰度咧。我剛才都有喺呢個會度講過，其實今次嘅酒店當然嗰個入住率係好，我哋係高興嘅。香港畢竟係一個細嘅地方，土地房屋多年來都係我哋嘅問題。剛才何俊賢議員提就係話，即係的確我哋要去揾房屋局或者係地政嗰一方面。我喺房屋局嘅經驗話俾我聽，我哋其實而家即係喺香港嚟講，我哋住宅嘅興建呢，亦都係刻不容緩，我哋都係好努力咁去做緊。過往亦都有一啲呢，因為我哋嗰個住宅有需要呢，我哋有一啲嘅酒店用地，譬如啟德嗰度呢，都係變咗做一啲嘅住宅嘅用地嘅。咁所以現時我哋話，即係如果旅客重回香港，而佢好希望喺香港住酒店嘅時候呢，我哋點樣去處理？我哋睇睇嗰個即係其他嘅住宿會唔會係一種可能性？好多人都有提民宿嘅。咁但係喺香港嘅住屋嗰方面，係咪真係咁容易好似外國咁樣可以有一間好 proper 嘅房俾到係做民宿呢？或者係甚至有一啲
長期係稍為空置嘅地方，可以俾到一啲旅客去住咧？呢個我哋需要做一啲調研啦，係咪真係可以仿效到外國嘅做法？咁但係即使唔係咁樣，我哋暫時未做到咧。我哋起碼而家嘅酒店咧，我哋係做咗冇以往最唔理想嘅情況，就係話個別可能有一啲嘅投訴話我哋去到大時大節咧，有啲嘅酒店房咧係去到所謂天價。咁現在咧，我哋幾次嘅無論係黃金週好、農曆年好，或者係旺嘅時候，我哋盛事3月都好，我哋呢一種嘅情況咧，唔會再喺酒店嗰度咧係聽得到。至於話有其他嘅方法，或者啲人嚟到香港嘅時候，佢選唔選擇住酒店，或者佢唔住酒店嘅時候，呢啲旅客會唔會有其他更加有創意嘅留喺唔同嘅地方過夜呢？咁呢一種，我哋都係要去睇睇呢個情況點樣處理。咁但係就酒店嗰一方面呢，我估現在我哋喺大時大節能夠酒店爆滿呢，都係我哋想見到嘅一種情況嚟嘅。多謝主席。